我哋大家都中意食甜嘅水果，呢個對甜嘅水果嘅喜好係一早就寫咗喺我哋嘅基因入邊。因為我哋嘅祖先過咗幾百萬年採集同狩獵嘅野外生活入邊，食物短缺係常態，飢餓隨時會致命。所以當佢哋遇到甜美、熟透，可以即時提供高濃度熱量嘅水果時，呢種對甜味嘅偏好就成為巨大嘅生存優勢，傳承到今日俾我哋。喺原始環境入面，野生成熟嘅水果數量好少，纖維好高，仲要同好多野生動物一齊搶。因為咁樣，我哋身體根本就唔需要演化出一套剎車機制去阻止我哋食太多甜食。相反，大腦會喺我哋食到甜嘢嗰陣，大量釋放多巴胺，鼓勵我哋見到幾多就食幾多。呢種食甜嘢唔識得剎車嘅生理機制，喺大自然入面本來係完全冇問題嘅。但係到咗現代農業嘅出現，隨便可以買到高糖分、低纖維嘅水果，呢個幾百萬年來嘅生存優勢就反為變成現代人嘅健康隱患。水果嘅甜味主要嚟自入面嘅葡萄糖 glucose 同埋果糖 fructose， 當中果糖要比葡萄糖甜好多，而兩者入到身體之後嘅處理方式係完全兩回事。我哋先講下水果入面嘅葡萄糖，佢喺身體入面走嘅程序，同我哋食米飯、麵包呢啲碳水化合物分解出嚟嘅葡萄糖一樣。我哋全身上下嘅細胞，包括肌肉同大腦，都可以直接吸收嚟做能量。而且喺正常嘅情況之下，葡萄糖會刺激身體分泌胰島素同瘦素，釋出信號，話俾身體知我食夠啦，唔好再食啦。但係果糖就完全唔同啦，我哋身體絕大部分嘅細胞都無法直接利用果糖，所有食落肚嘅果糖，幾乎80-90% 都會直接運去我哋嘅肝獨家處理。如果只有少量果糖進場，肝臟仲可以輕鬆搞掂，將佢轉化成葡萄糖或者補充肝糖 glycogen。但係如果果糖入得太快太多，特別係食現代經過人工改良、汁多糖高嘅水果，或者飲啲果汁飲品，肝臟嘅處理能力就會即刻爆棚。喺呢個時候，肝臟迫於無奈，唯有啟動 de novo lipogenesis， 即係脂肪生成嘅程序，直接將過剩嘅果糖轉化成三酸甘油脂，即係脂肪。肝臟做出呢啲脂肪之後，第一時間會想將佢打包出口，經由血液送去全身上下，變成內臟嘅脂肪或者係皮下脂肪。但係當果糖湧入太快太猛，肝臟嘅打包出口速度跟唔上做脂肪嘅速度，呢啲走唔甩嘅脂肪就會被迫留低喺肝細胞入面，最終形成脂肪肝。大家都知道飲酒傷肝，會引致酒精性嘅脂肪肝，因為酒精完全要靠肝臟去化解毒性。但係原來果糖亦都係要靠肝臟單一處理。果糖喺肝臟嘅代謝途徑，本質上同酒精非常之相似。而當肝臟被迫要處理過量嘅果糖，亦都係要將果糖轉化成脂肪，引起非酒精性嘅脂肪肝。兩者嘅代謝仲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大家都會產生大量嘅尿酸，引致痛風。以前大家以為脂肪肝係因為食得太多油膩嘅食物，但事實上攝取過量嘅果糖先至係引起脂肪肝嘅最快途徑。簡單嚟講，酒精傷肝，但係過量嘅果糖喺代謝層面上其實一樣咁傷肝，只係佢唔會令你飲醉咁解。除咗我哋嘅身體對果糖冇抵禦能力之外，今日我哋食到嘅水果仲有另外一個陷阱，就係佢哋係經過人工選擇性育種嘅產物，令佢哋失去原本嘅高纖、微甜、多脂嘅天然設計，變成皮薄、肉厚、無脂、甜到爆嘅人工改造產物，本質上近乎係一種包住植物皮嘅糖果。聽到呢度，係咪代表我哋以後都唔好食水果呢？咁又唔係，
水果入邊依然有豐富嘅營養。關鍵係我哋要點樣食，先至可以享受水果嘅營養，同時又唔會為身體帶嚟負擔。呢度我介紹幾個非常之實用嘅建議。第一，要控制每次嘅食量。人體入邊嘅小腸其實係有能力代謝少量果糖嘅，只要每次攝入嘅果糖喺小腸處理嘅能力之內，果糖就唔會一口氣咁樣湧入肝臟，對肝臟製造壓力。第二，堅持要食整個水果，唔好揸汁飲，因為完整嘅水果入邊有膳食纖維，呢啲纖維會減慢腸道吸收糖分嘅速度，俾肝臟足夠嘅時間去慢慢處理。第三，避免果乾。風乾咗或者脫咗水嘅水果，體積會大幅縮小，但係糖分完全一樣。呢種情況下好容易令人食多咗都唔自覺。而且如果你留意下呢啲食物標籤，你會發現好多果乾都加咗容易氧化嘅種子油。第四，選擇低糖嘅水果。唔同嘅水果嘅糖分濃度相差好遠，大家可以多啲選擇食啲較為低糖嘅水果。第五，優先選擇當季同本地嘅水果，因為呢啲係你生活當地嘅自然氣候生長同成熟嘅水果，佢哋嘅果糖濃度會係我哋身體相對容易適應範圍之內。相比之下，現代物流將遠方非當季嘅高糖水果一年四季送到我哋嘅超市入邊，呢啲進口水果往往喺未熟嘅時候就被摘落嚟，經過物流過程，再喺推出市面之前經過人工催熟。食呢啲水果並唔符合我哋身體嘅天然需要。最後要提醒大家，果糖唔係淨係喺水果入面嘅，佢哋亦都大量隱藏喺啲超加工食品入邊。食品商為咗降低成本、增加甜度同埋拉長保質期，會將各式各樣嘅隱形果糖拆開變名，變成幾十種唔同嘅名稱，藏喺啲成分表入面，等你食咗落肚都唔知。呢張圖係其中一啲常見嘅名稱，大家以後買嘢食就更加要小心啦。感謝大家嘅時間，如果你覺得內容係有養分嘅話，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下一集見。